縱然年長的公子，也未必能夠處置妥當。公子季雖然年幼，但這次領兵進巴蜀的主將司馬錯、監軍張儀，皆與其母族交好，副將魏冉更是其舅父。再加上巴蜀連接楚國，其母芈月聰明過人，她熟悉楚國的環境，卻又與楚王不和，正可與公子季有所幫助指點。臣以為，派公子季去，再合適不過了。似乎有些道理。臣弟僭越了。你我兄弟，何必如此？起来吧。今日先到这兒，把刚才提过的这幾個名字和分封之疆域，暫時封存在金櫃之中，等議完後，一起頒旨。剩下的，可以過些時日再議。是。当儿的拳脚功夫的確深厚啊！冬練3九，夏練3伏，當兒勤奮，楚離子他們督促有方，總算是有些長進。父王，當兒過來，喝杯酒。謝父王。看你滿頭的汗，去換身衣服，省得受風。是。當兒漸漸長大了，也能為大王分憂解愁了。他們長大了，寡人轉眼老了。大王春秋盛年，只是不必再那麼辛苦，也該讓宮裡的嬪妃們好好為大王盡盡心意。臣妾聽說，前陣子宮裡來了個魏國美人。王後的耳目好靈啊！不知那美人是否合大王心意？王后真是用心良苦。大王，王后慢慢喝吧，寡人走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天色已晚。不晚，寡人看看芈月去。恭送大王。许久不吹，都生疏了。寡人還記得第一次聽你吹排簫的情景，那是你頭一次真正住在成明殿。那支楚曲餘音繞梁，讓寡人難以忘懷。只不過是一首民間野曲，可寡人喜歡。
今日晚了，大王若是喜欢，鱼儿明日再追。过来，到寡人这里来。寡人是不是老了？大王正当盛年，可寡人老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，心肠也比过去软了。说起来，宫裡的公子公主并不少，看着他们一一长大，論牽掛，當然是嫡子。也許要多花點心思，只有繼兒，才能讓寡人舒心開懷。宮中公子公主們大都敬畏大王，只有繼兒遲鈍。並非如此，寡人覺得繼兒單純善良，聰慧正直。也許他就是寡人心裡期盼的那個人。你是繼兒的娘親，怎不為繼兒做些打算？臣妾是有打算的。那好，說來聽聽。聽說大王近日正謀劃分封各公子。不錯，丫頭想為繼兒求封屬地，還是想讓繼兒留在宮中？臣妾若是有所求，大王能答應嗎？那就要看你是否和寡人心裡想的是一樣的。臣妾請求為繼兒求封巴蜀之地。什麼？你想為繼兒求封巴蜀？是，臣妾想為繼兒求封巴蜀。為什麼？當年攻下巴蜀，繼兒有功，大王讓我為繼兒討封賞，就當是大王賞賜繼兒的。寡人說過，從不賒賬。你起來吧。繼兒不想留在宮裡。是繼兒不想，還是你不想？告訴我你的真心話。